观众早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1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雄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今年1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要伫瑞士日内瓦时间18举行。虽讲有10个国家呼吁爱互队员去参加会议，但个 WHO 也是坚持爱北京同意才会使。今年的 WHA 受武汉肺炎影响，头一摆改做视讯会议。队员伫2009年到2016年，捌连续几哪年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 WHA， 啊，不过2016年了后就唔捌受到邀请。除了台湾参加会议的议题，一摆嘛有超过60个国家提案要求 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爱去中国查病毒的源头。来关心咱台湾已经连续10天拢无武汉肺炎新的病例。卫福部长陈时中未来施政的重点会是啥货？伊是坦白讲，后一个任务嘛真困难，就是爱去健保会。台湾话讲9班，所以从9个0的时候，那调出一个10班鱼来那我们今天就有10班4个010位9班代表连续10天零确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咱目前防疫的成绩只是期中考，考了也算袂歹，期末考也是爱努力。因过防疫的成功，也互陈时中确定继续留任卫福部长。在咱接受媒体访问时阵讲，要挑战另外一个无可能的任务，就是去健保会。整体来讲台湾这个健保费到目前来讲是应该要调。那如果要调的时候，我希望是从比较大的结构面来做一些讨论。那不要丧失了本来我们的一个社会保险的精神、量能付费的精神。但是中共初步一开始是设定看几遍医生，会计算个人一年平均看几遍医生，设定一个就医次数的上限。那超过会有关伊的部分负担，也会规划配套措施，包括排除重大伤病、中低收入户这寡弱势族群，互健保费率较公平。假设真的要去提高负担，其实我们也要很审慎的去考虑啊。真的要做，也只能考虑那些真的看很多次的。另外，最暗一天会当生产到2000万片，业者希望会当量产开放外销。第一个实名制大概会维持，那战备量我们现在应该是差不多都够了了我们手头现在有1亿多片了绝对不会到6月底，到6月底我们就可能没有仓库可以放了北高两市最近拢行文指挥中心问酒店舞厅当时开放，是毋是由中央宣布复业？但是中共只要符合相关的防疫规定，包括维持社交距离、梅花座或者是隔板，并且做到个人卫生防护。挂嘴安、绑体温，一个出入的人客伫咧事后拢联络会到，就当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疫情，咱来关心已经封锁买2个月，印度疫情也伫增加，目前有9万多人去围着。印度政府打算要继续延长封锁到这个月底。另外，南韩梨泰院夜店是出现2例第4代感染的病例，显示讲疫情有扩大的风险。南韩政府当地时间17讲，梨泰院夜店群聚感染，共出现2例第4代感染的病例。The two people went to a singing room or noraebang that was visited by Itaewon clubbers. 南韩政府讲，卡拉 OK、酒吧、保龄球馆这款所在要特别注意。好消息是，连续2天新增加病例拢只是个位数。总统文在寅讲，伫积极检测追踪了，已经降低感染风险，也毋过病毒完全消除进程，也是有可能发生感染。疫情控制掉，南韩的国际学校20开始恢复上课。另外，日本疫情也稳定，东京都17即个增加5例，大阪府是让69天了后出现0确诊。日本政府会伫咧2月决定是毋是要解除东京、大阪、北海道等8个所在紧急状态。日本、韩国疫情稳定，也毋过封锁买2个月，印度疫情煞增加，一天内面增加5000多例，总共已经9万多例，3000多人死亡。第17因第3遍延长封锁令到5月30日，机场过万想要回国的外国游客，也有一个话第2天伫咧半路砸车要登去。ये लोग रात को आ गए थे, इनको तभी से समझाया जा रहा है कि ये लोग ट्रेन से जाएं, बसों से जाएं, किसी भी डग्गा मार गाड़ी से ना जाएं। इन लोगों को बार-बार समझाया गया है। कुछ लोग चले गए हैं, लेकिन अभी भी काफी भीड़ है यहाँ पर। 印度政府进前安排火车甲公车好过第2天登去，不过真侪人申请背着，只好冒险困伫咧火车后壁。若是增加感染的风险，也有可能发生意外。敢若伫顶礼拜6一天，至少就30名移工坐便车登去时阵发生意外死亡。
另外，伫美国即马总共已经有超过140万人感染，9万多人死亡。真正有疫情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即马传讲有13人好了，搁接受检测，又搁出现阳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即马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70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31万。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万2000多例，咱台湾同款无增加病例，同款维持伫440例。香港有1055例，日本有16000多例，南韩超过11000例，俄罗斯已经超过28万例，美国已经有152万例，欧洲的西班牙是超过27万7000例，意大利超过22万4000例，英国超过24万例，德国超过17万6000例。来关心中国武汉肺炎病例搁再增加，中国的专家钟南山接受 CNN 访问的时，伊是表示讲，中国的疫情无定着会搁举第2波。若吉林省的苏兰市因为疫情哪来哪严重，所以决定要扩大封锁。虽然中国吉林市已经封城，不过依然维持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卫健委17公布，新增加3确诊本土病例，拢是来自吉林。本土新增确诊病例9例，均来自已隔离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加快排查、隔离、收治工作，坚决遏制疫情反弹扩散。中国官方到即马依然无法度掌握吉林的感染源伫倒位，佮认为吉林苏兰发生的群组感染，确实显示部分地区防疫工作真弱，还有一些薄弱环节。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个别地区存在着麻痹松懈的思想，部分群众呢个人防护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有所放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也去吉林考察时间，坚决表示防止疫情扩开，佮要求提升核酸检测能力。吉林苏兰市展开普查工作，希望找出更较侪感染者。到16为止，也体检将近2万人。市长金华表示，除了继续消毒，也扩大封锁的范围。全市管控封闭居民楼1103栋。农村封闭村屯1205个。虽然中国确诊案例已经减少真多，不过中国国家公定院院士钟南山伫接受美国 CNN 时事专访时，依然表达伊的烦恼，认为大部分民众缺少抗体较受感染，恐惊爆发第2波疫情。伊认为中国状况无比外国较好，这是真大挑战。伊也表示，疫情拄爆发的时阵，地方政府确实无愿意讲出实情。后来中央统令，若无部队处罚，才掌握情形。伊强调，为实实经验来看，假报数字对防疫并无好处。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黄sơn号的方面，今仔日会到位，水气会变高，提醒乡亲即礼拜会变天。咱来看云图，伫北边有一撮方面挖进咱台湾，即个方面会伫台湾的天顶停留，加上即阵啊吹西南风，水气较高，所以规工的天气拢无稳定。气象局嘛讲，毋过这无代表这段时间逐个所在逐工拢会落大雨，爱这对流的发展较旺，才会上大雨。毋过到拜四了后，西南风增强，加上风面停伫咱台湾，所以上大雨的机会就会较悬。气象局嘛讲，看起来拜5雨应该会上初，这几日啊乡亲要出门一定爱查雨满雨伞优美。今年头一撮标准的黄sơn雨方面，挖进咱台湾，各地天气对今日开始会豆豆变无稳定。这礼拜的天气差不多拢是安尼。若前2天伫咧中部山区落大雷雨，有一个去爬山的民众，互发现倒伫雨中，送病院无救回来。10几岁警义消伫台中台去3号登山道，用人力高铁方式甲即个查甫人扛落山。因为路正花，所以慢慢仔行。16下昼4点半，民众发现有一个查甫人倒伫咧登山步道，已经无喘气、无心跳，赶紧卡119报案。因为迄当阵中部的山区伫咧落雷阵雨，民众就是讲这查甫人互雷公卡着，检查伊的腹肚流血，验果无雷公卡着烧伤的分量。雷击的话，它
会有那种灼伤的现象可能会有1、2个那个导电的一个进口跟出口。这个大部人急救了也是救袂大。经销讲，避免互雷公卡掉的有效方法就是较卖去山顶、风架、高树水面、山洞也个山壁，尽量去较低的所在或者是树林内面闪雷公。若要爬山较早起，爬山前要注意天气，而且自拜日开始，全台湾天气拢无稳定。随着北方锋面逐渐接近台湾。从礼拜2一直到几乎礼拜2之后的1整周的时间，这个滞留锋面都会持续在台湾的上空摆荡，那会为台湾带来很不稳定的大气环境。今年梅雨季第一座地流性的锋面已经瓦解，除了影响的时间长，若是各有西南风，各地拢会有可能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所以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再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屏东三地门昨昏传出有一个大人带5个囡仔去爱寮溪受水，5个囡仔拢渡水，4个囡仔有救回来，其中有一个11岁查甫囡仔救无回来。昨昏拄好是这个查甫囡仔的生日，互家属真伤心。来看苹果日报，以色列外交部是证实讲，今年2月份才上任的中国驻以色列的大使杜伟，昨昏互发现亲像是心脏病夹起来，雄雄死伫官舍的眠床顶。来看自由时报，拜3就是伍志康总统就职的日子。伍志康了后，新的人事案，外界即马拢真关心。自由时报是报讲，目前金管会主委顾立雄可能会去接国安会的秘书长，现任的国安会秘书长李大辉会去做海基会的董事长。高中会考昨昏考煞，考试进行间，计共有34个考生因为发烧，互安排伫另外一间教室考试。另外考试的时无挂喙暗的学生囡仔要安怎处理？今仔日会开会讨论。伫考场甲错题人握手。高中会考第2天，家长才规定上款无用备考，先伫学校看囡仔入去考场。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延后开学，所以讲早起头一节的自然考，考试范围减少。而国教辅导团老师分析，考题水准是拄好，具有鉴别度。肺炎链球菌感染引发肺炎的一个患者，他体内血液的3种血球跟正常人血球的一个比较，必须要具备有探究过程的一个运作能力。从图表当中所提供的一个讯息，来解读它的资料分析。老师指出，今年图表的题目占6成以上，重视图表的判读、理解甲分析应用。考题生活化，也包含时事概念，比如讲抗菌的扇梅内底产的物件，和肺炎、链球菌感染的患者这各种议题。英语科方面，考题挖过生活。他慕尼黑公投举办冬季奥运的新闻，挑战度会高一点点，3839。它是一份很亲民，然后其实它又有维持一定标准参照难易适中水准的题目。老慕尼黑公投旧作办冬季奥运超7一点，要计水加热烘物件才生活化的议题。老师认为，这凸显学生分析思考、信息比较甲国际观的重要性。而往年拢有的英语听力，今年因为防疫关系，所以暂停。分数比重变高了，没什么吃下，因为会用英听转分的。那昨天的一位跟今天再加上一位，总共是2位考生。明天开始那透过考区违规事项处理会议讨论，那他们的决议呢，也必须再提到全国事务会召开的全国违规事项会议来确认。整体来看，总共有2名考生因为催案违规，16新北市个案相当5科未计算分数。你今日的台北个案是经过考课不爱听，在英语科被登记违规，会上违规事项处理会议讨论。2天考来有34名考生发烧，若是无来考的学生符合特殊检疫计理解条件，会用参加补考；若是家己放弃，会以缺考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阵有真侪国家开始放零防疫措施，也毋过有个国家疫情颠倒严重，亲像巴西一天就加15000例，医疗体系强要记载袂调。若也问，那亲像超过一半人口拢去治着武汉肺炎。也门第2大城阿丁最近病院拢关起来，在地民众哈利德只好带着有肺疫疾病的查某囝转往北京病院去试看卖。يعني ما تقدر توديها لك اي مستشفى ولا اي مجمع، لو معك بياس زايد ناقص بتوديها خاص، تمام؟ واكلك بياس وبالاخر قالوا لك جربوا ابره
From our teams on the ground, that there are patients who are dying at the door of the hospital. 就算疫情伫全球一直拖，也门来前对于2015年到即阵无停止，医疗体系真歹，病院甘愿关门，无爱看病人。根据官方数字，这个月初7到12，总共有385例死亡，是更加早进前一天10个人死亡的几啊倍。世界卫生组织评估，人口2850万人的也门疫情一旦爆开，恐惊超过一半的人会感染。而拉丁美洲疫情愈来愈严重，巴西确诊人数已经成做全球第4。纽约的圣荷西病院超收病人，医疗体系即要袂动的啊。有检查量增加，确诊死亡人数继续增加。专家警告，巴西疫情也无够预防。总统波索洛纳干涉各州防疫，唔愿经济活动停止，一个月失去2位卫生部长。秘鲁、亚马逊河南上大城市以及托斯，军方人员斗3天甲观察藏伫大卡车，并且赶往病院。病院收治病人，也个当地太平间处理死者遗体，强要跋倒应付。在地即阵超过2000例确诊病人，已经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死亡。官方正伫调人甲准备材料去支援。第2确诊超过41000例，其中8成是在首都圣地亚哥。官方16起全面封城，已经是第2摆封锁。3月初出现确诊首例，3月26封锁圣地亚哥甲周边6个社区，4月13解除封城。不过5月初日开始，全境每天新增加确诊病例拢超过1000例，顶礼拜甚至有3天每一天拢超过2500例。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疫情拢在转好嘛，豆豆啊解除封锁。不过有部分的国家民众是怨讲限制也是伤济伤严，甚至上街落去抗议，亲像伫英国、德国、波兰、瑞士拢有。咱来看刷落来综合报道。当即个抗议者互警方靠手铐带走，周围的抗议群众更加大声抗议，因诉求希望得到更加大的自由，临时有限制解除禁令。这是英国宣布放松禁令头一摆6，大家爱保持社交距离，大型集会是违法的。伦敦市中心有群众抗议集合，大家斗阵行向海德公园，彼此无保持社交距离。对全球科学家正为疫苗开发竞争。其中一寡反对疫苗的抗议者举着牌仔，抗议经济下降、违反人权，也有人强调无爱挂喙安、无爱被检疫，也无爱被追踪，也是用药啊。No for mandatory vaccines. They want to be free of their choice and to take in their hand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lives, not give their lives to a government. 在德国，几千人在各大城市集合抗议联邦政府的封城限令，其中一寡人甲警察发生冲突，互抓起，因为因无依法限制集合的人数。根据禁令，集合人数必须依照地区大小的规范，亲像苏多加特5000人，慕尼黑是1000人。而波兰华沙有企业的头家对政府的防疫限制不满，行上街头抗议。警方用催泪瓦斯警告，并且抓了几10人，包括1名参议员。警方讲这是非法的集会。瑞士苏苏黎世大约200人集合抗议政府的防疫手段，并且用行动脚甲家己绑起来，目睭暗起来。不过已经违反政府组织上最5人限制，这人在7点钟了后，互警方驱离。瑞士对5月初开始放松封锁限制，并且建议保持2公尺社交距离。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有情，咱来看伫防疫期间，新加坡的打商是伫面册成立早早的社团，顺便斗相共一寡无熟悉网络的业者。若泰国的饭店是伫街仔路卖食的，嘛成立联合外送中心，互大家有钱斗阵赚。美国纽约3000级的总铺师，伊是即摆无要做高级的料理，改做便当，要送互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今年42岁咧卖米粉烧鸭的区老板，拄啊接几啊通电话，较晏就会有人客来摕注文的饭菜，疫情毋若影响到伊的店头，附近咧做食的生意嘛是共款真歹。为着要维持生活，伊伫咧人面册成立外送的社团，提供在地点心小食外送的服务。伫咧泰国的首都曼谷。这间旅社真够变巧，转型做外送点心的联合营运中心，成立餐饮外送平台，人可以用网络注文，业者接单，甲饭菜做好了后送去旅社，再搁由工作人员骑乌托摆送去予注文的人客，拢总抽15%，比其他外送服务平台是加真俗。We don't have to let our people go
they can get their salary. That is the first point. 伫咧缅甸的仰光，真侪搭因为疫情的影响，会使讲拢无收入，不过为着要生存，敢若会当尽量找所在摆搭，搁会秘警察。另外，纽约一间米其林3星的餐厅最近改菜单，暂时无要做真侪人客介意的海产料理，改用饭、烘鸡等等的菜做便当，提供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而且送去给因隔离的饭店内底，给因食。Faire en sorte que ces gens qui prennent des risques énormes et qui voient des choses terribles dans la journée, quand ils rentrent à leur hôtel, puissent aller se reposer un petit peu dans leur chambre et puis puissent manger quelque chose qui est plutôt bien quoi。从疫情发生以来，餐厅的生意是受到冲击，所以因决定逐工做400粒便当来表达支持。同一个时间，因嘛替因想到营养爱平均，咧替换菜单的时阵，一定拢会有饭、肉的料理，还佫有菜色。记者综合报道。印度的疫情也在滚加，所以全国的封锁措施要延长到月底。那应小克神米尔真出名的水上市场，因为是属于生活，一定爱有的服务，所以唔免关门。所以呢，在打商都有群聚感染的风险。不过因是认为讲，买卖伫户外已经比传统市场也更较安全。特工透早，古尔扎伫咧印度北边嘅斯里那加之达尔沃，顾存4月卖菜。因是真正的流动大，也是印度政府应用这边疫情全境封锁之下，无需要关起市场，因为因卖菜是生活必需服务，也是丰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तो इसकी खासियत ये हर जगह जगह पहुंचता है। ये फ्राई सब्जी होती है, यहाँ पे शुरू होती है सवेरे कम से कम मॉर्निंग में 5 बजे स्टार्टिंग होता है, 5 बजे से लेके 7:30 या 7 बजे तक खत्म। तो ये सब्जी हम घर घर पे पहुंचाते हैं। यहाँ पे मार्केट आज तक बंद नहीं हुआ है। जैसे कोई भी प्रॉब्लम हुई मार्केट यहाँ का बंद, हर कोई मंडी बंद रही, यहाँ का मंडी बंद नहीं होता है。虽然政府有规定要保持社交距离，也毋过准顺着水道换做伙时阵做袂啥到，也被认为是防疫的大挑战。अभी वायरस के वजह से ये इधर मार्केट चालू रहते हैं, इसलिए कि ये डल लेक के अंदर ही ये सेफ है। मतलब डिस्टेंस रखते हैं दूर दूर बेचने में, सोशल डिस्टेंस रखते हैं दूर दूर बेचने के लिए。伫喜马拉雅山各地区已经有疫情，也毋过当地医疗设施较歹，所在阁偏僻，专家担心若疫情传开，恐惊真严重。也毋过，一寡水上市场的大讲，因卖的所在拢伫咧户外，而且一直伫咧山顶动，也讲家己拢会保持社交距离，毋免担心。因讲，因为疫情全境封锁，因也阁有生理通做，已经是谢天谢地。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倒来咱国内来关心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昨昏伫面册发表文章，伊是正式宣布讲，伊无要搁做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伫面册打出伊甲总统蔡英文、副总统陈建仁、甲未来的副总统赖清德的相片。伊嘛写讲，伊感谢总统的信任，伊认为台湾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总统需要有搁较大的空间来做上好的布局，所以呢，伊选择要离开。那总统蔡英文嘛随打出2个人做伙翕的相片，回应讲感谢陈菊陪这执政团队度过上界艰难的日子。虽讲唔甘，毋过嘛是尊重陈菊的意思。外界即马是咧要讲，这总统府的秘书长应该是由前立法院长苏家全会去接。昨昏是咱台湾同婚立法满1冬的日子，虽讲当时的爱人已经会当结婚啊，毋过若是另外一半是外国人，共款有受限制，所以有团体就呼吁咱政府，希望讲未来会使开放。看到行李箱内底拢是车票、相片甲批，充满着思念甲爱意。这次是台湾同婚专法通过满1周年，不过同往同性跨国婚姻的路依然拼真悬，何况那百对跨国同婚伴侣无法度来结婚。我们在马来西亚就办了一个小小的、很温馨的结婚仪式。那就是阿唐实质上就已经是我的太太了。那可是呢，就是阿唐因为他不是台湾人，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在台湾登记结婚。因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和跨国同性伴侣的婚姻权受限制。因为这边一方面的国家无承认同婚，这个婚姻在台湾就无法度成立。判明发起支援跨国婚姻合法化人数，得到超过13万人的支持。
去年通过同婚专法的这一步，那这一步的障碍已经跨越了，接下来的跨国同婚，相信也可以顺利的完成。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是要接受公投的结果，就是婚姻是一男一女。那至于一些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这些部分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去做，都不要去破坏婚姻是一男一女。反同婚的团体原主张台湾坚守翁仔埔一男一女制度，而伫同婚法满1周年即天，总统蔡英文铺文章来庆祝，欢迎大家申请小英的贺电，支持同婚团体，希望蔡英文在新任期展开了后，用积极进行相关部会协调，完成跨国同婚的配套税法，互同性之爱免搁再漂洋过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台湾的文学之母郑吊正，毋但有济出名的文学作品，嘛用心为台湾的文学也有客家运动咧拍拼，培育真侪优秀的人才。拜六暗伊过身啊，才到96岁。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捌感动真侪人的电影《罗明辉》就是改编自国宝级作家郑吊正笔下的长篇小说。暗过16暗时，伊伫桃园厝内底过身，享其寿96岁。到了傍晚，我喂他几口，他没什么胃口，就让他睡。突然没有声音了，我就过去看，量他脉搏，我就没有。加上透过面册写上帝已经温柔带伊去天国了，无法度搁看到伊写册身影，真有志毋甘。总统蔡英文透过面册表达艰苦，认为这是台湾文坛的损失。行政长苏贞昌也去致意。作为客家的大佬，周老真的保存客家语言，传承客家精神。郑吊正致力台湾文学，超过2000万字的创作，大家拢知影作品《罗明辉》甲1961年的《倒流》3部曲，1964年台湾人3部曲，捌得到国家文艺奖、行政院文化奖、53年文艺奖甲台湾文学奖等奖项肯定，各积极推动台湾文学甲客语文化传承工作。台山县孕育了很多的人才，未来我希望作为台湾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地，是对台湾文化、对台湾社会、台湾认识，尤其对这个后辈的提派哦，功劳呢，可能无人超过去啦。较有好交情的作家李乔讲，将好提携文学新秀，对台湾文学社会甲客家党有真大贡献，被叫做台湾文学之表。伊一生亲像一部台湾文学史的见证。虽然伫人生舞台下播，毋过对台湾文坛影响力甲凝聚客家意识精神会继续流传。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拼来看，日本即马疫情嘛豆豆啊受控制。日本的这帮按算6月19要举行开幕赛，所以日本嘛甲咱台湾的防疫经验摕去做参考。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咱国内疫情即马已经豆豆啊收煞，嘉义市有一间戏院为着要庆祝咱的武汉肺炎拢无新增加新的病例，开放电影院，互民众去看电影，看免钱。安伯伫高雄这边，逐个月拢会举办一摆新住民多元文化市啊，进前因为疫情冻店，昨昏的时重新搁做生意，啊，毋过人客煞无应过遐尼济。南汇电影院卖票的所在摆甲灯华的巷仔内，庆祝零确诊。嘉义市一间戏院，规工互人免费看电影，有人排2点钟才有位。我9点半就来排了，然后画到11点半开始画位。我们都会采间隔画位，对，那每一厅都是100人以下，对，那不会超过100人。虽然要互民众解闷，毋过戏院防疫也真认真，一场也是爱挂喙暗。顶个月停办的高雄新住民多元文化市集，赶快因为台湾社区安全，这次恢复举办。像我之前是在芬兰当空服员，那边他们还是10个人
人以上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尤其像最近疫情大家都不能够出国，那来到我们这边不用出国就可以体验到多国的文化。阿环对防疫有信心，不过4点钟的市集，只欠600多人参加，人潮不如预期。在垦丁，16暗时已经明显游客回流，不过大家规划行程也是注意防疫。我们会挑就是比较户外的地方，如果在室内的话，就尽量戴口罩。你讲这个疫情较恢复，不过阮遮嘛拢做无行李啊。游客也是真少，店家表示，虽然5月无本土病例，不过旅游信心也阁需要时间恢复。希望台湾继续小心防疫，慢慢找回生活步调。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有一只找无路返去处理的乌鑫仔囝，伫台东的海端乡被发现。经过10个月的训练，这只细只的乌鑫仔囝已经有法度适应环境啊，所以放再返去山内野放。救援人员将铁笼的铁门拍开，养壮的小乌鑫探出头，实在未来要大所在，马上脚步轻松，召集拿来。伊就是去年7月伫台东海端发现的公园小乌鑫莫拉斯，16伫救援人员的陪伴之下，登去甲深山拿来。伫报道组前的记号之下，直升机将公园小乌鑫载回中央山脉野放点，可以熟悉环境。救援人员先伫人来互伊安稳了后，搁野放。台东林管处也证实，已经收到莫拉斯的发布信号，显示活动甲适应拢真顺利。卫星的讯号，那显示莫拉斯它从野放的地点往南移动了1.2公里啊，这是一个好现象，它会自然的去探索一些自然的环境啊，所以它不会，它其实还是充满着好奇哦。第一，伫去年7月被发现了后，由台东林管处照养，当地族人后名叫做莫拉斯。伫过10个月了后，确认健康真好。不过因为无保险带，期间的野放训练甲保持能力是真重要。还会比较担心，就是他会不会靠近陷阱呢？他看到人会不会主动靠近呢？因为训练期间还是有密集接触人的情况，万一他真的也是跑得好远，跑到一个山屋去，结果真的也在那个地方逗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管理单位就介入。黄美秀表示，除了小心选择野放的地点甲人的活动范围区隔，前3个月透过发布器密集追踪，掌握活动范围，必要时阵适当介入，才能建立野放个体适应环境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婚林有一个姓廖阿公，因为徛家火烧厝，一口罩8人，只好住伫低调。台湾心义工团知影这件代志了后，派130个义家，甲阿公斗起新厝，希望阿公一家伙仔会当安心过日子。伊抬头前木工师傅房仔寸树裁甲真精准，准备组合。佮今日去厝林，有人伫无用牛寸树，大家合作咧赶工。因为这寡对全国各地来的，咧要130名义工，要伫4天内起好20坪的新厝。太多的个案需要我们立刻的协助了，那所以我们就在现场做防疫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后来就是准时的出团。以前平均一个大概3到5件啦，哈，那在最近的时间我们就大概接了快10件，所以说增加的频率还蛮大的。台湾心义工团表示，去年接到婚林土库廖阿公的个案，因为因兜去年发生火灾，所有的家具拢烧了了。一家伙仔8人，敢若当暂时住伫亲情因兜低调改建的厝，所以来甲因斗3工。虽然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进前停工2礼拜，但是真侪义工嘛是希望会当继续帮助这寡弱势的人。我们不希望盖房子的经费会用到捐款人的钱，所以我们来这边做义工还要缴保险费、住宿费、餐费、交通费。哦，真好呀！满意啦，真满意啦！起安尼有水无？袂歹啊。去年因为一场火灾，甲廖阿公因兜烧了了，即摆看到工园重建，会当正式住入去，心情总算会当较轻松。台湾心义工团嘛讲，最近需要协助起厝的案件哪来哪济，袂少团员是趁休假的时阵来斗3工，嘛希望会当甲搁较济弱势家庭斗帮衬。记者综合报道。
伫咱台湾有爱心的人真济，四界拢有。近摆呢，若是伫乌光线，若伫咧刷光线，一定爱乌路，路若无平，会影响大家的生活。伫中华14当前，就有成立保路班。这保路班的成员是家己出钱去买担仔架，四界去保路。即阵这保路班的成员已经超过50个人。大家遮尔拍拼，就是希望众人会当出入平安。天暗嘛，一群人摕手牌，甲拄抱起搭送的点仔架背互平。这目呢，原地涂骹密密茂茂，即阵拢平啊。伫咧中华世界替人保路的，毋是县府派来的骹手，是道济慈善会成立的道济保路班。阮遮的成员，大家日时拢有咧做工去，暗时就是拢利用暗时7点半至8点这段时间，大家做伙出来。铺路嘛是做大家拢很高兴。搁伫咧火车顶悬，道济保路班这5字的灯火闪闪死。保路班的成员甲规包的点仔架冒去后斗，准备搁去另外一个所在保路。10几年前，捌做过中华县道济慈善会的会长施庆全，因为伫咧做囡仔时，捌因为路无平出意外，全跋甲大坑细里，所以伊决心要创一个保路班，伫咧家己的能力范围内免费替人保路。伊的好意也感动众人，保路班的成员拢讲家己即阵保路的技术量得会使出师啊。从头前做的工具吼，为手，敢若用这针啊来搭对来，到尾也有10个人士有认同咯，咱这保路班的成立成员为5个，甚至转到50个。中华县道济保路班发挥救助的精神，毋但延续过去大家互相看顾砖头的心情，也望因的拍拼会使互出入的人拢平安顺心。记者综合报道。蛤蟆是云林麦寮乡海丰社区真重要的经济来源，毋过大量蛤蟆壳是真好处理的废弃物。所以社区即马就开课教时代，利用蛤蟆壳来做艺术，创造出蛤蟆壳新的价值。甲蛤蟆壳粘伫咧抓棒顶头，边仔则个搭有金葱的大纸，毋免3、2个的时间，阿公阿嬷就甲这把以蛤蟆壳为主题的艺术品完成啊！做了袂歹啊，好耍好耍啊！大家来娱乐啦，动骹手啦，头壳了叮当的啦。对云林县麦寮乡海丰社区的居民来讲，蛤蟆店那亲就是因的做食伴，因为大家都拢靠蛤蟆食清过日。不过大量的蛤蟆壳，即阵也变做是真好处理的产业废弃物。即阵海丰社区的关怀据点，带时代用蛤蟆壳做简单的布置，增塔社区，也让这的长辈有机会创作，发展成 DIY， 然后就统整我们这些社区阿公阿嬷的智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贝壳贴画。对靠海食青、逐工护蛤蟆、捡蛤蟆的时代来讲，这把蛤蟆壳的作品，唔简单是因长时间的成果，更加代表英国因踮伫咧海波，为着3顿拍拼，种种的基地。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顺立仁将军的乡馆有一个介绍的志工，伊叫做李必成。伊今年已经78岁啊，伊一世人拢伫军中服务，虽然即马退休啊，也毋过伊伫乡馆做志工、做导览，希望讲眷村的历史、眷村的文化会当互更较侪人知影。他被德国人欺负以后，他就立下心志，从军报国。说出孙立人将军1947年来台湾训练新兵，甲部署带伫咧屏东胜利，也阁有忠人心川的故事。今年78岁的李必成，伫咧屏东孙立人将军乡馆导览10多年，来遮的民众拢会看到伊派一卡细卡的册包，内底拢是伊翕贯穿的相片。伊总是用心向民众说出贯穿的历史。刚刚北北的导览可以看到。北北是用生命来导览，就是很希望这个就是冷将军或这个地方保留下来的那种，就是那个不论在对他的敬仰或是这个精神可以一直传流下去。
孙立人将军行馆是伫咧1937年所起的，捌是军官的官舍，也阁有空军招待所，保留日本时代建筑的特色。2002年，阁被登录做历史建筑。李必成伫咧屏东市空军中爱新村大一架子，也踮军中服务40年。因为唔甘贯穿豆豆仔行入历史，伊伫咧退休了后，就伫咧遮做导览员。在整个台湾我们尤其军人经常调度，大部队、小部队调度，所以能够留在这边，我真正可以说很幸运，这边有70年。这阵孙立人行馆1楼是册店，2楼是孙立人将军的展览区。李必成笑讲，伊退休的生活袂输乎做兵的日子，因为踮遮会使和人分享伊自细汉到大汉所看到的贯穿，这就是伊上界欢喜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在咱镜头来去中华市区的中权里是利用3D 的方式，即马在画社区、甲社区画甲水等等，望讲会当成做地方的特色。行入去社区内底，壁是画甲5花10色，顶悬阁有画几落只古锥的狗仔，另外阁有热气球甲古锥的小景厝，拢结合狗仔的多样，互来遮佚佗的游客手机举咧就一直在翕相。你这么来这边拍照的呀？对。是怎么知道的？网络上。中华市区的中权里最近变做真情的彩绘景点，特别若到假日，就有真侪游客来佚佗。以往彩绘拢是用平面来呈现，但是最近1、2年，地方改用3D 的彩绘，而且最近嘛争取到政府的补助200万。伫徛价的同意之下，彩绘嘛扩大到附近的街仔路，连庙埕嘛画甲水当当。我们是忠犬取谐音，就是人类最忠实的狗，就是忠犬，就是狗狗。当地里长讲，预计扩大的彩绘范围拢总有200多公尺，其中嘛画真侪色水的风景甲水墙。学者是表示，虽然短时间内会当吸引游客来看，但是长期的配套甲经营才是重点。现在很多的彩绘都是从游客面来看而已，可是他们又没有考虑到当地居民。这样子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短期的，以当地的一些故事，然后导览员的一些训练，我想他是比较需要去挖掘当地的一些跟关联性。学者认为讲，大部分的彩绘村拢真小强，加上拢是用游客做出发点，真歹长久来维持。建议应该用在地观点来经营，增加在地特色，而且要有文化面的导览甲人才培育，才会当互在地特色展现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先外消息来关心，为着抵挡武汉肺炎，即阵逐个人是喙暗挂条条。啊，不过天气愈来愈烧热，有专家就讲，伫热人的时挂喙暗，咱体内的水分甲盐强健的无够，安尼身体无健康。所以医生是建议讲，民众会当去乡亲会当去户外，也是去人较少的所在，甲喙暗绑起来，透小气，确保健康。新冠病毒疫情有较稳定，国内出现有限度，加紧户外强制挂喙暗的声音，因为天气愈来愈热，挂喙暗可能会增加热衰竭，或者是着刷等等热伤害的风险。那你如果戴着口罩呢，这个热气呢就没有办法散发出去。所以如果在夏天的状况之下呢，你戴着口罩呢会比较不容易散热，厉害的话呢会脱水、会晕倒。医师表示，较常看的热伤害包括热衰竭甲着刷等等，其中着刷是上需要注意的症状。若是人体无法度正常甲热气排出来，就会出现意识无清楚的情形，而且体温也超过40度，恐惊会有心脏衰竭、心脏电气等等的并发症。医师表示，着刷的患者死亡的几率差不多是3成到8成。当你到中暑的阶段，那就比较严重了。中暑人反而不太会冒汗，那个热根本没办法消散出去，他可能已经晕倒休克了，可能没办法工作，可能站着都有问题。不过，日本的医疗专家指出，热饮可能会降低对病毒的防疫反应，恐惊会增加武汉肺炎并发症的风险。医师建议，伫咧室内若是人多，要是建议爱挂喙暗；若是伫咧户外通风的所在，天气热、温度阁悬，嘛应该伫咧人较少的所在，而且暂时甲喙暗摕落来，甲热气排出来。记者综合报道。过去这3个月，民众因为疫情的关系，较罕的出门，所以即阵这白内障的患者电导增加。高雄有眼科诊所就讲，即阵这病人增加变2成，有一半拢是得着白内障，上界少年的只有30岁。
台湾超过1个月无本土病例，不少民众最近赶紧出门行行的，因为过去3个月徛屈伫厝，多数使用电脑、电视、手机来度时间，目睭已经出问题。没有办法上班，所以在家里面就是在家办公嘛，就这样子。所以就是办公的话，就是一定是手机或者是电脑。这是一定要使用的。就会比较疲劳，然后早上睡起来会觉得，好像眼睛很涩，很不舒服，还起来会要点眼药水之类的。高雄有眼科诊所嘛统计，疫情期间就医患者增加2成，其中过半是白内障，而且以前白内障多数是40岁以上的患者，最近降到30岁。了解以后，拢是超量使用手机啊、甲电脑，可能聚会少了。就是在家追剧的时间都追到1、2点，但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都是在家里房间使用大量的3C 产品，会关灯使用。关灯使用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禁忌。医生提醒，白内障初期的症头包括对焦较慢，以及画面较袂明。民众常常以为只是目睭疲劳，佮加上普遍认为是老人的毛病，常常会错过早期的防治。呼吁使用电脑、手机啊相关产品，每点钟也是爱休困10分钟到20分钟。记者王家川、面赵宽采访报道。来关心，伫咧新北市的沙丁堡，因为是咱台湾加工制造业真重要的所在，有大细间工厂。2013年时，一个设计师伊号做徐景婷，伫沙丁堡发起乌色自乐计划，串联要挖100间老工厂，希望互大家看到台湾在地活力，也含台湾新感界文化新台湾，带乡亲来看伊的故事。今日中正北路的巷仔内，上100间的小工厂，各种的加工制造拢有，真自然变成一条生产线。这沙丁堡，阮家中正北路就侪工厂的啊，你要射出成型啊，车床啊 ，CNC 什么拢有啊，所以基本上应该80%的加工，我觉得应该都可以满足啦。对设计师来讲，这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甲生产力的所在。不过，若是对生产的过程无够了解，沟通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伊无了解，所以要问阮啥，有当时伊家己嘛唔知影，我嘛唔知影讲爱甲伊讲啥的，这是较大的问题啦。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徐景婷设计一个专门介绍工厂加工技术的图腾。用讲的吼，真正就歹理。很难理解哈，了解啊，就歹了解啊。阮就甲伊做出来，你会使来看，迄有一寡 sample 嘛。除了替工厂甲设计师建立沟通的平台，徐景婷嘛带学生、外国朋友来遮参观工厂。我唔敢讲，我伫遮做的代志是安怎啦，但是讲加减，互足侪人会知影讲伫咧沙丁堡遮，还阁有足侪工厂伫遮，嘛迄细仔间啊，人拢足好呀，你会使来甲伊请教啊。乌色自乐的创立，互设计者、创作者、工厂师傅有一个互相交流的所在，互咱大家看到乌色自乐代表的不只是工厂内的乌手力量，嘛是咱台湾值得骄傲的乌金价值。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屏东的佳冬挖海当地经济活动是以讨海掠鱼为主，在地有国考啊，老师都是要互学生更加了解当地特色，再出一本家乡绘本，找学校内底较高画图学生囡仔画出在地故事。囡仔对老师同齐观察社区的气温啊，准备要甲看到的物件，拢画入去因创作的绘本内底。屏东佳冬的文主国小，这几年正认真地推动家乡特色课程，校方也找4个真敖画图的学生，做伙来找找在地故事。经过这次的绘本呢，让我学习更多有关于家乡和养殖渔业的事情。在过程中，我们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老师还是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像是我们在做场景的构图和人物的摆放。参加学生拢讲，会使甲故乡的故事画出来，互愈侪人知，因拢感觉真欢喜。校方也表示，其实这寡画绘本的学生，厝里大多数拢有放窟仔，靠用事业在讨趁，所以希望透过这款带学生踮床头四界找灵感的过程，
互因了解养殖业的艰苦和困难。家里都有在养鱼，可是他们对这个产业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次画绘本，我们带他去游村庄，认识村庄，他们实际接触，从慢慢修正，然后就是怎么表达家乡的特色。透过这款查访家乡的课程，相信学生唔但会使深入了解故乡的水，嘛会愈珍惜家己生长的这片土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世界正心息，啥物物件拢有路用。你敢知影？屎嘛有法度救命。澳洲有一间白色物的银行，专门在治疗严重排腹道的患者，透过微生物的仪式，让患者的肠仔恢复健康。上便所呛水，这对住伫咧澳洲的欧布莱恩来讲是正痛苦的代志。I would go to the bathroom between 12 to 15 times during the day. And at night, maybe 5 or 6 times. 欧布莱恩2018年因为破病用抗生素刷感染困难所状芽孢杆菌，一直落屎，走便所走到黑暗面，惊讲无水哩，搁放出来，连饭拢唔敢食。In the end, I just stopped eating. I would eat maybe twice a week. I would sit on a towel in the car, and I had an emergency pack of clothes in the car with everything: wet wipes, paper towels, change of clothes, everything. 安尼是过了5个月嘅强尾挡袂掉，好在在南澳洲嘅粪便银行 BioBank 替伊找到解决嘅方法。When FMT or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involves collecting stool from a healthy individual and transplanting into the bowel of a patient with a disease, with the aim of treating that disease. The bottom line is it saved my life. 大便微生物仪式，一家健康嘅人肠道内面好嘅微生物输到患者嘅体内，接受嘅人唔免动手术，成功率有够90%，而且伊是了几点钟久内病况就改善。BioBank 是澳洲第一间公共粪便银行，接受18岁以上住伫南澳洲健康嘅少年人捐大便。I wanted to become a donor because I thought I was a fairly healthy person. I would have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And the fact that that it works so well, it's so efficacious, and it's so quick, and it's so kind of the effects are so long lasting. I thought, well, maybe I can help. 捐大便的人爱体检了，确定伊的大便安全。BioBank会处理大便，放伫咧负80度的病毒内面。这么抗生素使用正接，感染困难所状芽孢杆菌的患者也愈来愈多。BioBank 希望会当透过建立公共大便银行的机制，让患者容易做粪便微生物的仪式，也改善计社区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泰国的曼谷有一间猫仔咖啡厅，因为即马泰国的疫情转好，所以咖啡厅搁开门做生意。大约50只的猫仔嘛爱上班啊！那即阵保护猫仔甲保护人客的防疫措施嘛是做甲正认真。伫泰国曼谷的这间猫咪咖啡厅，伫咧泰国疫情较稳定了，搁重新开放。这边重新营业，一群猫也得到卡波。怎么因是要安打，因为肺炎疫情心情歹民众。ก็คืออย่างช่วงเนี้ยค่ะอย่างช่วงก่อนก็คือออกไปไหนไม่ได้เลย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มันก็จะรู้สึกว่าแบบเราก็เครียด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แต่ว่าพอเริ่มมาได้เนี่ยพอมาเจอแมว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ก็จะผ่อนคลายได้เล่นแล้วก็สบายใจขึ้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วลาเล่นกับเขาแล้วเราก็แบบรีแลกซ์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虽然来的人客差不多已经的一半尔，不过业者艾米丽甲伊的猫也是正努力的，要互人安打身心的力量。相对的，猫也需要人的陪伴。ใช่แน่นอนค่ะเขาตอนช่วงที่ร้านปิดไปอะค่ะเหมือนเขารู้สึกเหงามั้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ปกติเขาจะเคยชินกับการได้เล่นกับคน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แล้วพอร้านปิดไปเราเข้ามาทุกวันเพราะต้องมาดูแลเขา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ะเข้ามาเขาจะตื่นเต้นดีใจวิ่งเข้ามาแบบ咖啡厅逐工消毒几多遍，人客也会帮体温、洗手、灌水盐，这当日来甲鸟算。美国伫咧4月8发表鸟确诊的首例，引起挺无互人类感染的疑虑，所以毋但是人类，鸟的预防措施也会超前部署。因逐工拢会经过打洗身躯、热毛、清理目睭，确保袂受病毒的侵害。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要提醒乡亲要变天哦。黄山河的方面要到位，水气会变高。气象局早起已经针对云林以北甲嘉南等10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这几日乡亲若出门，一定爱记得早号码雨伞。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4度，上悬33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2度到31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市行的 DJ TK 啦。咱今仔日要来放送的主题就是，我心跳白白啊，走三关的歌戏。歌戏汉字写作歌戏，罗马字写作歌哇歌啊。好意戏，歌第1调，啊第2调，戏第3调。歌戏的发源是台湾早期的民间歌乐落地扫，会叫落地，是因为伊的表演形式简单，通常拢伫庙埕、空地啊，也是伫街路顶，涂骹扫扫咧就开始演出啦。有人甲这种表演叫做本地歌。传统的歌戏内容真自由，定有做话戏的，也就是先甲演员讲大概要演的剧情，然后演员就家己的 freestyle， 因为只有家己介意的歌戏调，自由天词去唱去演。传统的歌戏因为无法度用伤复杂的道具，就用身段来表现情景，亲像开门。骑马等等，一切拢是靠演员的功夫。歌戏班内面除了舞台前看到的演员进场以外，还阁有乐师，也就是后场。俗语讲3分前场，7分后场，阁讲无后场行无脚步，就是讲若无乐师的音乐。正场的演员嘛搬袂落去啊，而且乐师现场的演奏吼，迄是摕规块卡带来放，嘛无底比的啦。古早时代，一般人看袂起演员，讲是父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讲是无才调的父母，才会送囡仔去学歌戏做演员。不过即摆时代无同啊，真侪演员拢真受大众尊敬。溜歌戏、落地扫、做话戏、身段、乐师、3分前场、7分后场，无后场行无脚步，父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放下西凉无人管，为心只有
讲一句。